主后2025年12月初7，撒利教会主日礼拜。首先，咱来听读圣经《以斯帖记》第3章第1节到第7节。这个代志以后，亚哈随鲁王提拔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囝哈曼，予伊的官位比所有的人臣较悬。所有伫王宫执行任务的官员，拢照王的命令甲哈曼跪拜，毋过末底改毋跪毋拜。伫王宫执行任务的官员问末底改讲：“你是安怎无要服从王的命令？”因头日甲伊苦劝，伊拢毋听，因为伊捌甲因讲。伊是犹太人，所以无要甲哈曼跪拜。因就甲哈曼讲，要看末底改会当坚持偌久。哈曼看到末底改毋对伊跪拜，就满腹受气。因已经甲哈曼讲末底改是犹太人，哈曼想讲简单杀末底改一个人无够业。就计谋要消灭亚随鲁王全国的犹太人，就是末底改的同胞。亚随鲁王第12年正月，就是尼散月，哈曼命令人抽普尼，就是抽签，决定要害犹太人的日期，抽到12月，就是阿达月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以斯帖记主要有4个人物是波斯皇帝亚随鲁王、犹太人末底改甲伊的养女，后来做新皇后的以斯帖，以及亚甲族人哈曼。哈曼伫第3章详细出场，讲伊是亚甲族人。亚甲族人有2种讲法。一种是讲住伫亚甲地区的人，另外一种是传统犹太人的讲法，是属伫迦南地原住民之一的阿玛力人的后代。阿玛力人伫士师的时代甲扫罗王做王的时，是以色列人主要的对敌，也是世仇，所以也通理解哈曼为甚物要杀末底改，毋是干那杀伊一人，是要灭所有的犹太人做种族灭绝的心意。以斯帖记第3章到第4章，主要是讲末底改得罪哈曼，哈曼借着伊的关系，要消灭包括末底改在内所有的犹太人。末底改求情以斯帖皇帝求情，望会当拯救改变犹太同胞的性命甲命运。大省咱来看分段。第一段是第3章1节到7节，哈曼计谋要消灭以色列人。哈曼是亚甲族人，伊受到皇帝的挺升甲器重，成做波斯皇宫上红的大官员，可能伊担任宰相的职务，而且皇帝也赐伊特别的尊荣，爱所有官员看到哈曼，爱对伊行跪拜的礼数。总是末底改基伊是犹太人，坚决硬硬毋肯哈曼行跪拜礼数。直到哈曼家己切齿，要一举杀灭所有的犹太人，也用抽普尼签的方式抽到阿达月，也就是12月，要实施这个计划。迄时拄好是尼散月，是因的正月份，所以头
后尾还阁有10个月的时间通做准备。第二段伫第3章80到11节，哈曼处理皇帝的应允甲印信。哈曼去见王密谋讲，有一个民族分散伫帝国各地，有独立的律例，也无遵守王的法令，对王也无利益，应该爱消灭。王若看做妥当，通互因总死，伊也愿意献阮1万他连得，大约3-4万公斤的银仔。对这咱通知影，哈曼一定是犹太人的世仇，而且伊有能力甲管道来执行消灭犹太人的种族、清洗灭绝的计划。搁哈曼伫当当时也是超级的好野人，伊用要捐献1万他连得的巨款。伫当当时，波斯帝国一年中央的税收大约14300他连得，也就是伊愿意用帝国3%一年的税收来做赌注，可见哈曼非常的好野，而且伊着要消灭犹太人，伊愿意做遮尔大的投资，的确是非常有决心，要爱犹太人全死。上界离谱的是，皇帝一手就答应，皇帝毋知也无问哈曼到底要消灭的是倒一族，嘛无派人先查探清楚，就要杀灭犹太人全族。皇帝是人命如草芥，真正是草包咸肉斗。毋过王毋若答应，也将印信手纸交互哈曼，通互哈曼自由方便去做代志。第3段是第3章12节到15节，哈曼颁布诏书，统领全帝国，伫阿达月13日要执行杀犹太人的政策。哈曼得到皇帝的允准，就用王的名义，甲看王手指印信，通互即个全国伫阿达月13日，迄日来杀死无分男女老幼所有犹太人，以及抢夺因的财产。圣旨一个发出了后，风土起混乱。毋过皇帝甲哈曼却伫遐啉酒作乐。第4段是第4章1节到3节，末底改和犹太人悲哀大吼。末底改和犹太人得知即个诏书圣旨了后，亲像面临世界末日，用拆哩衫穿麻衫、散火夫禁食啼哭哀叫的方式表示悲哀。因为面对皇帝的圣旨，因完全无能为力，只有等死的命运，无才调反抗甲改变。末底改也只能行到王宫的门口，伫遐悲哀大声吼，因为有禁令不准穿麻衫的人入王宫戴罪，所以末底改也爱遵守禁令。第2段伫第4章4节到8节，以斯帖派人关心末底改。以斯帖听到末底改伫王宫外面穿麻衫、散火夫悲哀大哭的消息，因为伊袂当出宫，末底改也袂当入王宫，所以就找派人寄衫出去，互末底改通甲衫换掉。若是末底改毋肯，以斯帖就另外派太监哈塔吉出去要了解末底改为甚物要安尼做。末底改就将哈曼要消灭犹太人的计划、甲出资的代志以及诏书的抄本，交互太监带回互以斯帖，伊伫王的面前
替家己的同胞来求情。第二段伫第4章90到17节，以斯帖请犹太同胞为着伊禁食3日，通好见王。以斯帖搁再派太监回予末底改，讲伊过入封疆5年，皇帝胆对伊也冷淡，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无见着王。若贸然去见王，若惹王无欢喜，也只有死路一条，颠倒惨。所以为着慎重起见，包括以斯帖和宫女，也希望四山城的犹太同胞同款也当禁食禁啉3日，了伊会冒着死的危险去见王，就若着死也死。以斯帖安尼吩咐末底改，就照安尼去做。对以斯帖记第3章到第4章，咱通学习到甚物教示？头一项咧讲到着骨气甲勇气，无用对敌来跪拜投降。哈曼是波斯皇帝挺身的大臣，伊要皇帝德府的尊严加身，就是伫王宫出入，竟然见到伊的人，拢着惊跪拜的礼数。毋过独独末底改毋肯，佮讲伊是犹太人，甚至当时一再甲伊苦劝，伊也听袂入。这违反王的命令，轻者8节入监重者也可能抬头受死。为甚物末底改倔强毋肯放下姿态？原来哈曼真有可能是出身伫以色列，也是讲犹太人的世仇亚玛力人，属亚甲王的后代。所以及记17章18节，上主甲摩西讲：我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对天的完全撤销。你着将即个事记录伫册里，通提醒后代，搁读互约书亚听。总是到扫罗王拍败亚玛力人，却轻放亚甲王的性命，互撒母耳正骂，撒母耳也处死亚甲王。哈曼有可能是亚甲王的后代，所以是犹太人的世仇。末底改毋肯甲哈曼跪拜行礼，哈曼也设毒计，要消灭全部的犹太人。对这，咱也看到末底改坚持伊要做一个有骨气、有勇气、堂堂正正的犹太人，绝对毋愿受敌跪拜、压头降服。伊有坚定的意志。总是即个正面冲突的结果，就是强欺弱。末底改也面临杀身之祸，犹太人也承担灭族之灾。毋过，伫上帝的看顾保守下面，咱知影最后局面局势逆转胜利。这咱伫日后会阁讲到，伫遮先按下。咱台湾虽然是一个高度民主自由的现代化社会，毋过咱也有自我认同甲国家认同、政治认同的分裂危机。上起码对中国的认知有统独相分的对立看法，这是不可否认的。中国也用各种的认知战要并吞咱、孤立咱，逼咱向因跪拜投降。我想末底改的骨气甲勇气也值得咱思考。咱敢是一个有骨气、有勇气、正港的台湾人？第二，伫遮咧甲恁讲，咱来加强对生存危机的应变能力。以色列人
伫历史中至少有3摆超大型生死的危机。第一次是摩西幼儿时，埃及法老王屠杀查甫婴仔，做人口的清洗。第二次就是以斯帖记所记，哈曼利用波斯皇帝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。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倒落要杀灭所有的犹太人的大屠杀。咱若对以斯帖记会当看到，当当时犹太人因根本毋知影讲为虾米会发生何种天降的大灾难，要爱因的命，无人会当除外，所以起初因简单大悲哀，呼天叫地，嗨惨。总是末底改相信还有一条活路、一条出路的可能性，就是透过以斯帖向王求情，检采还有扭转局势空间的余地。所以末底改伊起来采取行动，用上悲壮的方式，靠近王宫，努力传达信息。个人也甲以斯帖建立联系的管道。以斯帖也愿意冒着性命的危险，毋管是生还是死，拢要试看见王一面会安怎。这一点咱也通留意，伊30日无见到王，也表示伊受王的冷落。阁有进前发生前王后的例，所以蓦然见王确实有生死未卜的危险。毋过伫民族的存亡关头，伊也成做唯一的一张王牌，必须献牌才知输赢。咱的一生也常常爱面对种种的天灾人祸、意外，甚至战争发生的可能、生存的危机等等遮个状况。虽然咱嘛真无爱拄着遮个代志，毋过咱也拢着有说可能发生的风险，着亲像底买保险，除了买心安的以外，也期待万一若是拄着，保险金至少也有一寡帮衬甲用途。我伫亚洲台的节目看到一个印度的单亲妈妈，伊买一台大卡车，做私人的货运司机，生活过了真辛苦，每一次出车也拢有危险性。毋过，伊一再叮咛教伊的囝，若万一做老母的无转来死伫外口，伊的囡仔着爱冷静，安怎来处理遮个变故危机的事项，一项一项安怎去做。以斯帖记也是咧教咱，无论伫安逸的时代日子，也是讲伫动乱拄着危险的时代社会，咱拢爱有即种危机的意识，甲培养处理危机的生存能力。第三，伫遮咧讲到展现对决的决心。末底改甲犹太人起初知影皇帝同意哈曼用乌西也是大额的政治现金，要屠灭所有犹太人的过失了后，因是穿麻衫、散伙夫，悲哀大哭，表示因无能为力。毋过后来因接受以斯帖的提议，改用禁食3日，无食无啉来展现因就算死也要抗议抗争的最大决心。禁食、断食甲绝食，这是同款的动作。毋过禁食一般是用伫宗教信仰，也通常配合祈祷、冥想。若是断食，一般是为着健康的理由，
短暂，也是有规律，保持胃肠空白的状态。另外，绝食通常是一种较激烈、自我牺牲的政治行动。犹太人禁食的传统自摩西以有2摆上西奈山40日的禁食。咱也知做耶稣也捌40日伫旷野禁食祈祷。以斯帖也为着要抱着必须的决心见王，爱末底改发起3日的禁食运动。相信因就是尽人事，听主命，毋管结局是如意还是不如意，也拢交托互上帝。最近咱伫进前有一部台湾的电影《赛德克巴莱》，互对方的中国炒作，讲这叫做抗日片。其实这部戏是咧讲，爱有保护、守卫家己乡土，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决心。就算勇敢战死，着行彩虹桥去见祖先，也是公营的代志。过去是对决日本殖民的政府，无毋对。毋过，伫现在甲未来，咱也是爱对决一切要吞踏咱、叫咱着拜跪的任何邪恶的政权，包括中国。毋管胜负，咱就是爱尽咱的全力，其他交托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伫这开讲节第2礼拜，阮也用信心来期待主你的降临，因为你是和平的人君，你也要带来永远的和平。总是阮也知，人类的和平也毋是干那一厢情愿，也是导航的路，佮要紧阮也着爱有骨气甲勇气，也徛条伫做人的原则，来尽力达成和平。愿主你有缘施恩看顾保守，伫阮台湾全国甲世界会当得到完全的和平。伫你面前，阮献上祈祷恳求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，荣光归于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